Hello 港圈迷們，我係港妹啊，歡迎鎖定我嘅頻道。港圈秘聞、明星往事、內幕通通拿捏晒，嗰啲聚光燈外嘅恩怨情仇同人生抉擇，先至撞住最真實嘅人性模樣㗎嘛。佢係港圈最霸道、最狠、最毀譽參半的傳奇大佬，巔峰一己之力統治整個華語功夫影壇，洪家班稱霸影視江湖，捧紅半壁港圈巨星，票房封神。人物通天，地位無人撼動，硬生生靠拳頭同實力搶下港圈影視半壁江山。當年無人敢惹，無人敢挑釁，但誰都想不到，這位功蓋港圈的一代宗師，私底下黑料尺度顛覆認知，恩怨糾葛炸裂全網，脾氣火爆極端，殺伐果斷，當眾碾壓成龍，放狠話逼成龍去死，師徒關係日度徹底決裂，一句玩笑，直接記恨多年。和基10年老友曾志偉徹底反目，老死不相往來，圈內無人敢調解。更驚天的係，佢同港圈資本巨頭向華強結下頂級死仇，橫跨40年零同台，零和解，水火不容，堪稱港圈史上最恐怖的世紀對立，極致雙面人生狠狠顛覆三觀。到底那些是真實黑料，那些是港圈謠言？40年不和的死仇真相究竟撞住幾多內幕？晚年漫天緋聞到底係誤會還是實錘？今天徹底撕開濾鏡，深挖洪金寶最炸裂、最隱秘、最顛覆認知的風雲一生。熟悉港圈黃金年代的朋友都清楚，洪金寶的江湖地位從來都唔係吹水，係實打實打出來、拼出來、闖出來的。喺功夫片最鼎盛的歲月，洪金寶絕對係行業天花板級別的存在。佢出身武術世家。自幼習武，功底紮實，身手凌厲，兼具超強的導演思維、製片能力與識人眼光，係港圈極少數能集演員、導演、監製、武術指導、團隊領袖於一身的全能大佬。當年佢一手創立洪家班，吸納全港頂尖武師、動作演員，系統化培養動作人才，搭建起港圈最頂尖的功夫影視團隊。可以毫不誇張咁講，沒有洪金寶，就沒有港圈功夫片的巔峰盛世，加沒有後來成龍的國際巨星之路。成龍早年闖蕩娛樂圈，屢屢碰壁，無人賞識，係洪金寶日路提攜、力捧，帶佢拍戲，幫佢鋪路，為佢爭取頂級資源，一步步將其從無名武行推至一線巨星位置。元彪、林正英、錢家樂等一眾耳熟能詳的功夫明星，盡數出自洪家班門下。個個獨當一面，撐起一片天。巔峰時期的洪金寶，手握海量爆款資源，掌控頂級影視人物，坐擁無數票房佳績。影視圈後輩見佢統統尊稱一聲大哥，就連各路資本大佬、行業前輩都要給足佢面子。但就係這樣一位功成名就、地位尊崇的傳奇大佬，脾氣同行事風格卻極度霸道強勢，稜角分明。亦都正因如此，為佢積攢咗無數恩怨同爭議，其中流傳最廣、最讓人震撼的，就係佢同成龍的師徒恩怨。好多人以為成龍同洪金寶情同手足、師徒情深，日路相伴共贏，殊不知早年兩人合作期間，洪金寶對成龍的管束極為嚴苛，甚至嚴厲到近乎絕情。坊間一直流傳，兩人合作拍戲期間，一旦成龍出現失誤、態度鬆懈或者臨場發揮不佳，洪金寶從來唔會顧及對方名氣同面子，當眾嚴厲訓斥，不留情面，場面極具壓迫感。最轟動的一次，因為拍戲進度滯後，細節出錯，洪金寶當眾暴露，狠話直接放出讓成龍去死嘅極端言論，全程毫不留情，氣場碾壓。呢件事當年喺港圈流傳極廣，徹底打破大眾對兩人溫情師徒關係的認知。但亦都不得不承認，呢種強勢霸道，一方面成就咗嚴謹優質的作品口碑，另一方面亦都傷透咗身邊人的感情，讓佢常年陷入人情爭議。所幸成龍深知對方嚴師出高徒的本心，明白洪金寶的嚴苛係為作品、為自己成長，所以從未記恨，多年來始終保持敬重，兩人晚年亦和解如初，延續港圈珍貴的師徒情誼。既然對親徒弟尚且如此強勢嚴苛，可想而知，
洪金寶對外人的處事態度更加硬朗霸道，呢亦都係佢後續同曾志偉翻目同向華強結怨的核心伏筆。講到洪金寶的江湖恩怨，就不得不提佢同曾志偉徹底決裂、老死不相往來的重磅風波。兩人早年交情深厚，同為港圈黃金年代的核心人物，常年合作，互相扶持，私交甚好，人脈互通，係圈內公認的老友搭檔。但就係一對如此要好的摯友，最後卻因為一場小事徹底翻臉，從此形同陌路，反目成仇，多年零互動、零和解，令無數圈中人唏噓不已。到底係乜小事，能讓兩位地位顯赫的大佬徹底斬斷多年情誼，結下難解恩怨？事情的源頭源自一場圈內聚會的言語玩笑。熟悉港圈人情世故的人都知，曾志偉性格風趣幽默，愛開玩笑，說話隨性不拘小節，常年混跡各類飯局聚會，擅長活躍氣氛。當年一場眾多港圈大佬齊聚的飯局上，曾志偉一時興起，當眾調侃洪金寶的身材同體態，言語略帶戲謔玩笑意味。喺普通人眼中，或許只係朋友間的輕鬆打趣，無傷大雅，但喺性格強勢、極好面子、身居高位多年的洪金寶眼中，呢番玩笑等同於當眾冒犯，落佢面子，挑戰佢的江湖威嚴。一向強勢慣咗的洪金寶，絕對唔容許自己喺眾多同行面前被人調侃戲謔，當場直接翻臉，態度強硬，絲毫唔俾曾志偉台階落。一場簡單的飯局玩笑，瞬間升級為兩位大佬的正面對視。事後兩人徹底鬧掰，關係破裂，過往多年的交情徹底清零，從此公開場合絕不同近，私下零往來，徹底淪為陌生人。呢件事都俾我哋好好上咗一課，成年人的江湖，面子同底線從來都唔係小事。身居高位之人，最看重的從來都係尊嚴與體面。玩笑一旦越界，再好的情誼都可能瞬間崩塌。好多人覺得洪金寶小題大做，心胸狹隘，但換個角度諗，常年身居高位、執掌權力的人，早已習慣咗被尊重、被敬畏，自然無法接受當眾戲謔冒犯。呢種性格特質，成就咗佢的大佬地位，亦都成為咗佢人際關係的最大短板。如果話同曾志偉的反目只係私人恩怨、圈內笑談，那洪金寶同向華強長達40年的世紀冷戰，就係港圈最頂級、最硬核、最讓人捉摸不透的巨頭博弈。兩大手握港圈半壁江山的頂級大佬，同在影視圈深耕多年，人物重疊，資源互通，按理說理應互相扶持，強強聯手，成為圈內最穩固的同盟。但現實恰恰相反，兩人整整40年零合作、零同台、零互動，全程形同陌路，水火不容，堪稱港圈最大未解恩怨。到底係咪深仇大恨，能讓兩位頂級大佬堅持40年，絕不低頭和解？好多人只知兩人不和，卻從來唔清楚背後的真實根源。其實呢段長達40年的恩怨，從來都唔係私人鬥氣，而係時代背景、陣營對立、利益博弈疊加出的必然結果，仲牽扯住傳奇巨星李小龍的過往秘聞。早喺70年代，香港影壇主要由嘉禾、永盛兩大影視巨頭分庭抗禮，兩大公司常年爭奪市場份額，爭搶頂級資源，角逐行業話語權，競爭極為激烈。洪金寶係嘉禾陣營的核心頂梁柱，係公司最核心的招牌人物，扛起咗嘉禾功夫片的大半江山。而向華強係永盛電影的創始人、掌台人，手握資本大權，掌控流量資源。兩大陣營本身就處於長期對立、互相制衡的競爭狀態，利益衝突根深蒂固。而真正點燃矛盾，讓兩大陣營徹底結怨、堅持40年的導火索，就係李小龍同丁倍的關係。當年李小龍驟然離世，轟動全港，而佢離世前最後陪伴的人就係丁倍。呢件事當年流言四起，爭議滿滿。後續向華強公開迎娶丁倍，呢個舉動徹底觸動咗嘉禾陣營同洪金寶的底線。要知道，李小龍係嘉禾的頂級王牌，亦都係洪金寶極為敬重的前輩恩師。
洪家班一眾成員大多深受李小龍影響，對其心懷敬畏。喺當時的港圈氛圍中，向華強迎娶丁佩的舉動，被洪金寶一方視作觸碰底線，不敬前輩，雙方隔閡瞬間加深，對立情緒徹底激化。一邊係師門情懷、陣營立場，一邊係資本格局、行業博弈，雙重矛盾疊加之下，洪金寶徹底同向華強劃清界限。從此40年絕不同台，絕不合作，兩大頂級大佬的世紀僵局就此形成。兩人都係圈內頂級人物，互相制衡，互不冒犯，卻始終保持絕對距離，唔交好，唔結怨，唔往來，成為港圈數十年不變的潛規則。直到兩人步入晚年，看淡紛爭，呢段長達40年的恩怨先慢慢破冰。兩位大佬終於放下執念，握手言和。為呢段橫跨半生的江湖博弈畫上句號。好多網友質疑洪金寶晚年晚節不保，行事逾矩，辜負大眾敬重。亦有粉絲為佢辯解，稱兩人只係正常師徒關係，親密舉動只係圈內相處習慣，純屬外界過度解讀，惡意抹黑。面對漫天輿論爭議，洪金寶從未刻意辯解，從未公開澄清，始終保持淡然態度，任由外界評說。除此之外，多年來亦有不少關於佢同多位乾女兒往來密切的傳聞，各種爭議流言層層疊加，讓佢晚年口碑持續走低。昔日傳奇大佬的光環慢慢褪去，取而代之的係滿身是非、無盡爭議。講到最後，我都好好奇，喺大家心中，洪金寶到底係功大於過的港圈傳奇大佬，還是性情跋扈、晚節爭議的江湖大佬？佢同向華強40年不和的恩怨，你覺得誰對誰錯？晚年的種種緋聞爭議，到底係實錘定局，還是外界惡意抹黑？歡迎喺評論區留言傾結，分享你最真實的睇法。鍾意本期港圈深度秘聞拆解，記得點讚關注，下期繼續帶你深挖港圈頂級大佬的風雲往事，看透娛樂圈背後的人性冷暖與人生智慧。